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Lift One 嘅鞋評。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 Under Armour 最新嘅比賽鞋 Velocity Elite 3。喺2025同埋26年嘅波士頓馬拉松女子組冠軍呢，就係着呢一對鞋破紀錄啦，同埋拎到冠軍嘅。首先多謝 Under Armour 提供跑鞋，但係咧冇收取廣告費用啦，所以內容偏向中立。然後就講下基本資料啦。呢對鞋嘅價錢係1699啦，US9嘅重量221g。鞋嘅落差咧係2mm，鞋踭咧30.5mm，前掌35.5mm，屬於市場上咧落差比較少嘅跑鞋。中底咧採用咗雙層嘅 HOFA 發泡材料，結合咧輕量超臨界泡沫。碳板設計咧係屬於全掌長度碳纖維板，再配合咧回形嘅搖擺結構。然後咧就講下 Velocity Elite 3有咩特點啦。Velocity Elite 咧嘅系列一向係 Under Armour 比較溫和型嘅比賽鞋嚟嘅。呢對咧 Velocity Elite 3後踭腍，前掌 firm，踩落去咧會踩到碳板嘅，落地咧反應快，夠穩定，唔係一般嘅 Super Shoes 咁樣啦嘅全掌好 Q 彈嘅感覺。適合一啲啦，中意落地感覺實在嘅跑者。由於落地唔係激進型咁樣推出去啦，屬於溫和型嘅碳板鞋嚟嘅。鞋底比較薄啦，落差只有2mm，加上前掌好 firm 啊，有啲似薄底鞋，觸地感好強嘅。我認為呢一對鞋啦，適合一啲中意有強觸地感嘅感覺嘅跑者。呢一對鞋咧，適合做一啲嘅短途衝刺啦，或者一定速度嘅 interval 啦、tempo 嘅練習同埋去比賽嘅。最後咧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，要注意下咧，就係咧，我覺得佢嘅鞋面比較緊嘅，咁所以咧，我會建議大家買之前咧試清楚個鞋碼。最後咧，再次感謝 Under Armour 提供跑鞋。大家好，我同 WhatsApp 出咗一件今日慢跑主題嘅跑步衫，T 恤適合日常慢跑，背心使用咗 WhatsApp 最高規格嘅布料，黑晶竹炭面料，適合比賽日穿着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都係上去 WhatsApp 嘅網站購買。多謝收睇，如果想睇多啲跑步資訊，歡迎去我 IG。如果想睇更深入嘅跑步 program，歡迎去我 Patreon。而家仲有7日免費試用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